你喺香港嘅1個月嘅月供咧，就可以喺中山呢邊生活1年嘅使費啦。河邊嗰度咧，好多人放煙花嘅，並且我會附上我業主住喺3棟嗰度，喺過年時間放嘅煙花嘅景觀俾大家睇。咦？咁你有咩同大家講啊？僅需3500蚊1個月嘅租金，喺廣東中山西區呢邊，究竟可以住到啲乜嘢嘅屋苑同埋生活體驗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柳神道好盤即刻報嘅 Jasper， 月租金3500蚊，1年僅需42000蚊，就可以喺中山西區呢邊住到一個準新樓、望江景、1100尺大3房、2個衛生間嘅單位啦。呢度嘅樓下臨街商鋪充足，並且全部開晒。大家睇下我身後嘅喜客多大型超市，沿途成條街鋪有翻美容啦、剪頭髮啦、早餐店啦、百果園啦等等一系列嘅全部衣食住行可以滿足到。並且我嘅正對面一條路落去，啲商鋪都係 full 晒嘅。再遠處少少有翻益記嘅豬骨粥、圈記嘅大茶樓同埋芳華和賢。我呢度嘅斜對面有中山數1數2嘅甲等嘅中醫院。喺今年嘅7月初咧，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咧都可以喺呢度使用翻。日常嘅頭暈身慶喺呢度都可以輕鬆搞掂。而且呢條直路落去幾百米路程，有翻中旅彩虹嘅永東直通巴士，係啦，往返香港十分之方便。班次比較頻繁，1個鐘一班。嗰個位置嘅5月花影城、喜客多大型超市，亦都可以滿足到大家日常消費。你喺香港嘅1個月嘅月供咧，就可以喺中山呢邊生活1年嘅使費啦。今期呢條片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Let's go！ 幸福會4期嘅喜匯名苑呢度咧，5棟嘅維客室設計，1、2棟咧已經係賣晒，並且入住嘅人比較多啦。目前嘅3棟望江景項目咧，都係賣得七七八八啦。依家在售緊4棟同埋5棟嘅，4棟咧係1300尺起嘅大單位。唔好意思，插播下廣告，係啦，今期都係租房為主嘅。嗱，大家睇下呢個園林咧，其實好正，並且咧你會見到咧地面係冇咩落葉同埋垃圾。係好清爽嘅，俾咗大家係啦。咁當然咧，有翻兒童嘅玩樂地方啦，同埋入門咧有個大水池嘅，哇，風生水起喺呢度嚇。今期咧睇呢個單位咧3500蚊，好新，拎包入住幾乎係啦，喺1棟嘅20樓，我都有業主住緊1棟㗎啊。咁大家展示下呢度2棟啦，前面1棟係啦，大堂咧都好氣派嘅。其實睇塊地已經知道啦。多人住先有多塊地噶嘛，係咪先？最緊要咧交通方便啊，衣食住行又方便。翻到嚟好多業主同我講咧，呢度生活成本真係低好多啊 ，Jasper。哇嚇，係咩？對我嚟講，可能我哋呢邊收入同埋生活成本咧都係持平嘅。香港、澳門收入比較可觀啲啦。咁翻到嚟嘅話，佢飲餐茶啊，或者即係700個人一圍台嘅，都係幾百蚊。食嘅餸咧十幾個餸，所以好抵，並且咧幸福感提高咗好多啦。OK， 嗱睇翻呢度就係1棟啦，1棟嘅 lobby 都係照計展示俾大家啦。咁今日咧係依家係晏晝嘅3點零鐘，陽光正好，好舒服。我已經幻想緊各位街坊翻到嚟呢邊食完飯啊，或者係同啲朋友啊落樓下散步啊，去感受呢邊嘅慢節奏生活、輕鬆嘅生活。揾錢咧一定要識得嘆嘅，係咪先 ？OK， 呢度1樓嘅 lobby 嗱，正常兩邊啦，夠大夠闊啦，冇擺咩電單車呢啲嘢㗎，自行車呢啲嘢嘅，大家可以放心。人車分樓設計啊，呢邊下面信箱啦，然之後咧呢度嘅話咧就係正常嘅人面拍卡嘅，啱先係開咗㗎啦。OK， 哇，一棟呢邊收咗樓好耐㗎啦，見到啲大堂 lobby 保養都係新確刻嘅。咁我哋依家準備就到20樓啦，我哋直接一鏡到底。我睇下先，好似係000005單位。誒，唔係呢度 ，sorry， 唔係呢度，有啲嗰啲套車架呢邊。啊，05係啦，電梯出嚟嘅左手邊啦，啊。就我知道密碼嘅。嗱，入到嚟嘅話，呢個110平方咧，
之前嘅實用率都好高㗎，係啦。咁會見到咧，入到嚟呢個 area 位置全部相當於贈送㗎啦，你可以點擺都得，擺雜物啊，擺咩都得，係啦。入到嚟佢啲地磚咧都係重新裝修過啦，變成咗1.2x60嘅大3房設計，2個洗手間拎包入住，你見到啲家私咧都好新淨啊，係啦。咁呢個餐廳位置啦，呢度咧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哇20樓好通透，你睇下啲陽光幾好。呢個生活露台咧，望出去景觀都好正，而且咧呢度入住率好高嘅。等到咗夜晚咧，萬家燈火，呢度嘆支煙仔都係享受。呢啲全部有埋啦。翻到嚟得閒買個餸啊，可能經常啲客戶翻嚟都係出去食噶嘛，係咪先？嗱，你見到咧呢個客廳嘅開間幾闊啊？我坐喺呢度。啱啱好，其實可以做埋一個，即係買一個85寸或者係更加大少少嘅電視機都係冇問題嘅啊！唯一我覺得有少少特色嘅係呢個貼紙嚟嘅，唔係護牆板嚟嘅，貼紙嚟嘅，係啦 ，OK。然之後行出嚟，哇！20樓南向，呢個南向嚇，南向嘅採光，你睇下呢邊，望穿晒成個中山。最緊要係中山嘅母親河、旗江河都喺眼前。再重點係，我經常喺喜客多嗰度3樓堅彈健身嗰度見到咧，呢度河邊嗰度咧好多人放煙花嘅。並且我會附上我業主住喺3棟嗰度喺過年時間放個煙花嘅景觀俾大家睇，超正。到咗夜晚 ，Oh my god！OK， 再展示下格局，3500蚊一個月。1年咧，僅需42000蚊。大佬，你香港嘅一個單位嘅供款都唔止呢個數啦，係咪先？嗱，睇下呢個洗手間先。第一個洗手間，好夠闊㗎。嗱，一個 Jasper， 2個 Jasper， 3個 Jasper 都可以運動自如啊。OK， 洗手盤呢個鏡櫃咧就唔算太大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洗手間對出嚟嘅咧就係間房啦。房間咧會有個細衣櫃啦。一張床啦，嗱有飄窗嘅位置啦。其實你到時候攞啲衫褲入嚟嘅話，就可以住啦。如果冇咁大潔癖嘅情況下，當然你租呢層樓嘅前提下咧，都可以叫業主去幫你清潔一次嘅。咁呢度咧佢係 design 咗個 BB 房啦，係咪先？上下碌架房，咁咧下面就讀書嘅位置啊。咁後期你可能如果2個人翻嚟住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唔使拆呢個，可以攞嚟擺啲雜物都係冇問題嘅。或者有小朋友想過嚟呢邊玩下度下假嘅話，其實都喺瞓上面，都係唔錯嘅體驗㗎。咁呢度咧主人房啦，嗱主人房套間嚟嘅，先睇洗手間先。呢個洗手間咧我就覺得冇啱先嘅客設咁大啦，但係咧都係夠用，就冇3個 Jasper， 但係可以企2個 Jasper 都係冇問題嘅。主人房1.8米床啦，衣櫃啦，呢啲都係夠擺夠用，並且咧飄窗位置係 L 字形設計嘅。都係嗰句話，如果你想體驗中山呢邊生活嘅話咧，唔想抌咁多錢去買一層樓，想先體驗，咁1年即係租樓啊，正常係半年或者係1年時間去計算㗎嘛，係咪先？咁咧4萬零蚊1年，唔使驚樓市嘅升幅空間嘅一個調動啦，係啦。咁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。咁成個喜匯名苑只有呢一套單位係出租緊嘅。真係只有呢一套單位，有需要嘅嗱聲掃描以上嘅 QR code 啦，或者打電話俾 Jasper 啦 ，WeChat、WhatsApp 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想體驗中山呢邊嘅生活。我係 Jasper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